李嘉欣、許晉亨結婚18年依然甜到漏。中環約會許晉亨親自排隊，寵妻無極限粵語版。李嘉欣嫁俾許晉亨18年，婚後兩夫妻人前婚後都一直恩愛。李嘉欣呢幾年雖然減少咗曝光，但每次現身或者曬合照，身邊一定有許晉亨，借此證明兩人感情不變。自從個仔許建彤去英國留學並且安定落嚟之後，兩公婆就有更多二人世界時間。有錢有時間嘅佢哋，不時都會喺香港人氣餐廳約會。日前就被影到現身中環食飯，許晉亨仲親自排隊入場。許晉亨真係好錫李嘉欣，呢種愛唔單止係物質上，更加係實際行動。許晉亨當日坐黑色7人保姆車去到中環，着住黑色休閒西裝，保養得宜，睇落好年輕又風度翩翩。佢落車之後，李嘉欣並冇一齊出現，一度令人以為只有許晉亨一個人。只見佢一邊講電話，一邊喺街邊隨窗閒逛，之後行去一間人氣酒吧餐廳門口停留一陣，又返去保姆車，跟住鬆車入面帶出一隻邊牧犬，喺街頭隨便溜一溜先返車。許晉亨唔係得閒冇事做先遛狗，實際上係等餐廳營業，趁機打發時間。溜完一圈之後，許晉亨帶住隻狗返保姆車安置好，再一次去餐廳門口。唔好以為許晉亨係超級富二代就有特權可以優先入場，佢亦都冇打算走，就同其他食客一樣，頂住烈日擋空喺門口排隊等叫號。好彩排隊時間唔長，淨係10分鐘，許晉亨就可以入場。佢入座冇幾耐就接到電話，跟住急急腳走出餐廳，原來係老婆李嘉欣坐另一架保姆車到咗。李嘉欣睇樣係啱啱做完運動，落車嗰陣着住瑜伽褲，戴白色帽，一身好運動嘅打扮。亦因為咁，佢冇化濃妝，反而以清新自然素顏現身，皮膚白皙緊緻，狀態好到完全唔似55歲。許晉亨接到李嘉欣之後，兩人喺街頭傾咗幾句，李嘉欣仲第一時間去許晉亨架車度探下隻愛犬，之後兩公婆先將狗狗交俾車上嘅工人，手拖手步入餐廳食飯。到呢度先知道，原來許晉亨提前到餐廳排隊等位，就係為咗等李嘉欣一到就可以順利入場，體貼到冇朋友。許晉亨對李嘉欣寵愛有加，早已經唔係秘密。李嘉欣呢多年亦都好以此為傲，不時曬兩公婆恩愛合照。之前仲曬過一張許晉亨幫佢綁鞋帶嘅相，當時引起熱議，恩愛受到赤裸裸，羨煞旁人。2008年許晉亨娶李嘉欣嗰陣，其實有唔少人唔睇好呢段婚姻，邊個估到18年後，兩人用行動證明彼此係真愛。尤其許晉亨呢多年來，完全將李嘉欣當公主咁寵，現實中唔係夫唱婦隨，反而係婦唱夫隨。而家李嘉欣個仔許建彤去英國留學，兩公婆除咗不時去英國陪仔之外，更加有大量二人世界，仿佛返未生仔之前嘅日子。平日除咗享受二人世界，佢哋喺香港豪宅仲養緊3隻狗，除今次帶出嚟放風嘅邊牧，屋企仲有2隻小狗。李嘉欣夫婦居家影相時，不時都會抱住狗狗合照，所以兩公婆喺香港最大樂趣就係同狗狗玩，每日都會早起身出街遛狗，就連出街食飯都記得帶埋狗狗一齊，生活富貴又寫意舒適。佢企喺街邊等位，李嘉欣仲未到，兩人狀態完全唔同節奏。中環呢間餐廳好多人，許晉亨已經喺門口，黑色車停喺一旁，佢冇入去。佢着休閒西裝，身邊只有隻邊牧，電話貼住耳邊，聽完又掛。遛狗嗰陣，餐廳仲未開，佢原地來回行幾步，又返去車邊。烈日之下排隊嘅10分鐘，佢冇走。入座之後，電話響，一聽完，佢即刻衝出餐廳。另一架保姆車停喺街角，李嘉欣先至出現，帽、瑜伽褲、波鞋。佢望咗一眼車入面隻狗，皮膚白到發光。兩人企喺度傾咗幾句，之後手拖手一齊入餐廳。呢個動作好熟悉，當年佢話等呢一日等咗好耐，仲係2008年11月婚禮現場。18年後，今次等嘅係一張餐台。許晉亨曾經幫佢綁鞋帶，
呢張相李嘉欣自己都發過。個仔去英國，佢哋而家成日咁樣兩個人出街，狗狗經常一齊去。佢冇化妝，皮膚緊緻，場面簡單，光線好光。佢冇特權，一樣要等叫號入場。所有動作普通得專為某個人而做。許晉亨呢10分鐘等候，唔止係排隊時間。李嘉欣一出現，佢動作幾乎冇停頓。呢種默契係暫時定係一直維持緊？講返最近，港媒又喺中環街頭影到一對熟悉身影。65歲許晉亨被拍到獨自現身人氣餐廳門口，頂住太陽安靜排隊等位。呢畫面老實講，同我哋印象中豪門出街排場完全唔同，冇助手跟隨，主打趁力趁圍，內心爆燈。更細心嘅網民仲發現，許晉亨去排隊之前，仲住去遛埋狗，將屋企毛孩子安置好，先安心準備二人世界。呢一連串行雲流水，完全就係普通老公日常，瞬間變得好接地氣。等位主角許晉亨就位之後，另一主角李嘉欣先從容到達。當日佢一身紫色休閒上衣配瑜伽褲，身材管理超級好，雙腳又直又幼，狀態完全唔似55歲。睇呢身打扮，估計係啱啱做完健身直接過來，難怪可以保持咁好形態。素顏出街，氣質依然頂級，呢種自律真係令人佩服。重點係見到老婆到喺餐廳入面等緊嘅許晉亨即時起身出去迎接。呢個細小動作其實好說明問題，係下意識嘅體貼同重視，冇因為排咗隊而不耐煩，反而係你到咗就好嘅自然反應。兩人碰面後，好自然手拖手一齊入餐廳，成個氣氛放鬆又甜蜜。記一記時間，由2008年結婚到而家，許晉亨同李嘉欣一齊走過18個年頭。褪去當初各種注目同話題，而家被影到更多係充滿煙火氣嘅相處瞬間。講白咗，婚姻行到後面，轟轟烈烈可能好少見，但呢種一個願意等，一個從容赴約嘅默契，先至更實在浪漫。呢組相流出之後，留言區都好熱鬧，唔少網民表示呢個先係愛情最真實嘅樣，平淡中陪伴最動人。亦有人搞笑話，許公子排隊姿勢好熟練喎。大家關注點已經由當年各種八卦轉為欣賞佢哋而家穩定生活狀態，呢種輿論轉變都幾有意思。其實換個角度睇，佢哋相處方式某程度上打破外界對豪門婚姻嘅刻板印象，不一定係前呼後擁、錦衣玉食，亦可以係一齊遛狗、排隊食餐簡單飯嘅快樂，將日子過成自己想嘅樣，唔被身份束縛，可能先係呢段關係可以長久維持嘅秘訣之一。講到底，婚姻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鏡頭影到嘅甜蜜瞬間，只係漫長生活中一兩個片段，但正正係呢啲自然流露細節，比起任何華麗宣言更有說服力。許晉亨耐心等候，李嘉欣放鬆赴約，共同畫出一幅經歷歲月之後越來越平和溫暖嘅畫面。中環烈日當頭，一位65歲男士企喺街頭餐廳門口耐心排隊。佢唔係第二個，就係豪門公子許晉亨。為咗同老婆李嘉欣食餐飯，佢親自排隊等位，甚至冇帶隨從。呢種接地氣作風真係令人意外。排隊之前，佢仲記得先遛狗，安置好愛寵，只為兩人可以安心享受二人世界。咁樣細心周到，可見佢好重視呢段關係。